CS1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咧，連續8年舉辦 Smart Mobility 智慧出行獎嘅，參賽嘅咧有好多嘅科技嘅應用，包括係 AI 啊、大數據啊、物聯網啊，去支持香港咧發展成為一個智慧嘅城市，一個國際嘅都會嘅。得到呢個獎係我哋嘅榮耀啦，咁希望喺我哋嚟緊業務方面嘅拓展啦，我哋都可以有更加多嘅發展嘅潛力。今次我哋咧同偉樂去研發呢一套嘅系統咧，就可以大大地去幫助我哋做呢個檢測工作，提升我哋嘅效率。呢件事咧要得益咁多年青人喺過去嗰3-4年咧日以繼夜嘅努力，咁目前咧做到國際咧遙遙領先。今次呢個數碼方案咧係關乎成個空運業界入口嘅流程，通過應用數碼嘅技術去變成一個無紙化嘅操作。希望透過呢個獎項咧，繼續推動翻空運業界喺創新科技上面應用咯。我哋會繼續努力，希望作出更大嘅貢獻。我哋喺成個過程入邊咧，都係遇到一啲嘅困難嘅。咁但係我哋嘅團隊咧都係冇放棄嘅，一直都係揾一個最好嘅方案啦，去解決，令到我哋成個方案咧係可以如期啦，同埋成功咁樣推出市面。